我細個嘅時候呢，好怕離開媽媽㗎。媽媽一離開我就會好驚，好似咩都做唔到咁。今次嘅主角憂憂都好似我細個咁啊。媽媽唔喺佢身邊就會覺得咩都做唔到，但係佢後嚟有一個方法喎，令佢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如果大家都想知，就可以睇下以下嘅故事啦。今次呢個故事叫做住在心裏的媽媽，係由我哋嘅參加者鄭莎莉主筆，吳秋紅、陳燕瓊、陳海燕合著嘅。呢個故事係想處理小朋友分離焦慮，給予安全感俾佢哋適應新嘅環境。適合嘅年齡係3至7歲。小兔子憂憂今年6歲，今日係上小學嘅第一日。佢孭起咗新書包，依依不捨同媽媽講再見。媽媽一直望住憂憂，微笑揮手，但係憂憂就滿懷心事，仲淚眼汪汪咁樣行入學校嘅大門。學校入邊有好多新同學，有小狗花花啦，小斑馬文文啦，仲有小貓苗苗。但係呢度冇媽媽，憂憂耷低頭細細聲講。小息嘅時候，憂憂見到花花同苗苗喺操場上面好開心咁樣溜滑梯，佢哋仲笑得好開心啊！憂憂喺心入邊反覆咁練習：你哋好啊，我係憂憂，可唔可以一齊玩啊？佢一直諗，一直口中念念有詞。佢正當鼓起勇氣想行埋去講嘅時候，上課嘅鈴聲就響起啦。憂憂只好垂下耳朵，心入邊諗：如果媽媽喺度就好啦。呢個諗法，不論喺中文堂、數學堂定係體育堂都不斷出現。每當老師問問題、邀請示範嘅時候，同學們都紛紛舉手。憂憂其實都好想答，其實佢都有舉起少少嘅手，只係老師見唔到。每一次，憂憂都諗起媽媽。放學之後，憂憂對耳垂都好低，佢嘅小手緊緊捉住校裙。兔媽媽見到咁樣，就踎起身問佢啦：今日喺學校過成點啊？憂憂嘅眼淚係咁流，係咁流，然後就話：媽媽，我可唔可以唔返學啊？兔媽媽用手巾仔輕輕咁幫憂憂抹掉眼淚，仲將佢攬住。係唔係有人蝦憂憂啊？唔係啊，憂憂係咁喊，係咁喊啊！學校入邊冇媽媽，冇咗你，我咩都做唔到啊！我好掛住你啊！兔媽媽用額頭輕輕咁樣掂住憂憂嘅額頭，溫柔咁望住佢，然後同佢講：我最愛嘅憂憂，你知唔知啊？你返學嘅時候，媽媽都好掛住你啊！每次掛住你，我就會用雙手擺喺我嘅胸前，感覺着我嘅心跳，我好似感覺到你喺我身邊啊！但係媽媽唔會難過㗎，因為我知道憂憂正係學習緊有趣嘅知識，學習緊交朋友。媽媽只要諗到你喺課堂上面認真學習，同朋友一齊玩，一齊發現新事物，我個心就覺得好驕傲啦。兔媽媽將佢嘅手放喺憂憂嘅胸前，同埋媽媽一直都住喺你呢度，冇離開過你啊！憂憂耷低頭望住自己嘅胸口，好似有一道溫暖嘅光照咗入嚟啊！原來媽媽一直住喺我個心㗎，佢面上露出驚喜嘅表情。梗係啦，你都住咗喺媽媽嘅心㗎。兔媽媽輕輕摸下佢個鼻，無論憂憂去邊，媽媽嘅愛都會好似心跳咁，一直跳，一直跳，一直陪伴住你。憂憂好感動啊，佢流起快樂嘅眼淚，攬實媽媽。媽媽，我愛你啊！
媽最愛就係悠悠啦。從嗰日開始，悠悠變得完全唔一樣啊！佢喺課堂上面好自信咁樣舉手，喺操場上邊主動識朋友。當然，佢有時候都會好掛住媽媽，但係佢只要摸一摸自己胸前，又充滿力量，勇敢咁樣迎接每一個新嘅開始。一路走嚟，衷心感謝樂施會提供嘅培訓，以及社創基金嘅支持，亦都好感謝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以及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嘅幫助，讓我呢個期待已久嘅想法實現。接住落嚟，我哋都會陸續推出由家長創作嘅療癒故事，邀請大家 follow 我哋嘅 page， 並且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小朋友一齊收睇呢啲溫暖故事，陪伴大家嘅成長。